南韩伫咧2021年正式甲韩国泡菜正名 kimchi， 这 kimchi 是用这白菜菜头葱啊等材料落去生的。白菜是民众上爱食的一种，也因为这地球暖化愈来愈严重，南韩适合种白菜较凉凉的地区呢，也豆豆啊伫咧消失，造成在地做 kimchi 的成本有悬，和中国的俗货是真歹竞争。 双轮顶悬拢是白菜产，海拔差不多1100公尺的南韩江原道安班区，因为地势悬，气候真凉。50多年来是以种高山的大白菜出名，佮包办全国热天大白菜93%的产量。不过，这块肥土即嘛是受到气候变迁的影响，对2000年到打白菜的收成是一直在落。 지금 내봉산 태백 같은 경우에는 우리나라의 고랭이 배추의 원조라고도 볼 수 있는 곳이에요. 그런데 그쪽은 이미 이제 토양병이라든가 각종 뭐 바이러스 이런 걸로 인해 가지고 재배 면적이 반토막이 났습니다. 大白菜上好的生长气温是48到21度，不过主要山区江原道的冷冻地区，今年热天平均的气温已经超过25度。若是种的成本提悬，嘛对南韩真重要的食米 kimchi 造成威胁，因为伫这生的产品内面，上普遍的种类都是白菜 kimchi。 이 기후 조건에서는 배추가 비쌀 수밖에 없거든요. 이렇게 계속되면 한여름에 우리는 배추김치를 포기해야 되는 거 아닌가 하는 생각을 해요. 김우지的厂商认为讲大白菜起价会反映伫产品的价格顶悬，消费者落尾就会放弃去买在地生产的白菜김우지。事实上，真侪餐厅早就已经使用价格较低的中国製김우지。根据南韓關稅廳的統計，今年1月到7月，김우지進口額是9847萬美金，和去年同期比是成長6.9%，創新高。這個現象嘛，讓消費者煩惱講在地的產品會被取代。南韓農村發展管理局嘛，當地採取措施來應對氣候變遷，希望開發耐熱和抗病種的大白菜，來救김우지這個傳統好食米。公司新聞兩岸編譯。